特朗普真係一日唔搞下嘢就即行。白宮發言人話喺星期三會喺玫瑰園搞個活動，唔係賞花、賞月、賞秋香，係宣布對等關稅，逐個國家同你度身訂造。真係邊個咁有計攞埋攞嘅史天橋出嚟？美股聞風即雀仔軟，道指跌203點，納指、標指都各自跌0.2到0.3%。市場係人都知，你即吹下刷存在感冇所謂，但如果真係加關稅，成個遊戲就唔諗再玩啦。有知情人士仲爆料，白宮內部其實早已經準備好一份核彈級關稅方案，傳話想對大部分美國入口貨品徵20%關稅，唔係針對某啲產品，而係七七都加。問你知驚未？市場氣氛超唔穩，長債息都跌穿4.2厘，去到4.181厘。而家美國係乜嘢環境？政局唔穩，經濟放慢，關稅又要加，息又唔敢減，通脹又唔肯落，對外又得罪晒嘅盟友，正宗係俾人前後包抄。呢啲冇亂糟糟嘅時候，有乜嘢投資產品不斷創歷史新高？黃金依家股市又跌，債市又得支骨仔選下，而美元亦不復強勢，只有黃金先越去越有。投資者依家買金就好似買安心，將來好大機會繼續創新高。記得留言俾 like 同 share，感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